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咱搁过几分钟就会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。伫未开始礼拜之前，咱三角做伙来祈祷，安静咱的心。大权能的上帝，伫主日的透早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要祈求你的面，愿慈悲听透阮的天父。来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今仔日搁再谈着甲你同在的甜蜜，并且将阮每一人的软弱的心神，搁再一摆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上帝会当互阮的心灵搁再一摆静养起来。当阮嘛要为着今仔日要讲道、书会、录影以及所有的同工，看伫咧网络顶面做伙做礼拜的兄弟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掌权伫阮的中间，恳求天父拄起教阮会当安静做礼拜的逐项的读爱，互阮会当专心伫礼拜中，无想要去啉水，或者想要看厝里的人讲话。或者是想要学白走，互阮伫厝里的礼拜，就亲像伫咧礼拜堂中上款的庄严。这时，阮的心要静静听候你。愿圣神看阮三角地带，愿相信上帝，你今仔日要搁再一摆将好物赏赐互阮，互阮毋定是伫今世界有望。就是来世，阮嘛有永远的应允。今早起，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摒空阮家己，互圣神大大来充满阮，将耶稣的谦卑、顺服、敖听人，各有行动力的逐种好成绩赏赐互阮。恳求主透过今仔日早起的敬拜。搁再一摆，将阮的性命换新器具，互阮会当日日进步。当阮搁来要来陪伴阮的心，安静来听你今仔日要对阮所讲的话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独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。这是咱三甲来吟诗俄罗主，伫新圣诗298首，新圣诗298首，快乐快乐，原来敬拜，请起立来吟。请坐，咱同心来祈祷，听世间人的上帝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是一个罪人，因为阮常常体贴家己的私欲，较也顺趁你的旨意。有时阵应该读经祈祷，阮偏偏想要爱看电视、食物件。有时应该爱忍耐、吞忍，阮偏偏就是歹称称。我嘛常常怨恨人，讲一寡小块白贼话，小块贪心，一点仔笨蛋，常常袂记起你的恩典，遮尔啊多歹，阮实在无想要去做，阮反倒转去做。真侪好，阮知影阮爱去做，却是阮的行为却行袂出来。就亲像保罗所讲的，阮真正是苦啊！恳求上帝你赦免阮，帮助阮透过敬拜，会当哪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伫阮的内面。
感谢上帝听阮真侪人迫切的祈祷。伫即个礼拜内，不但想使阮有侪侪雨水，当阮听见外面一阵一阵的大雨声，阮的心内就有讲袂出的感动。加上即礼拜嘛听到新冠肺炎的疫情有淡薄仔落落来，虽然还阁有浮动，总是这是一个歹消息内底的好消息。互阮知影，这防疫是阮大家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只是阮还阁袂当放松，阮每一个人拢需要遵守政府的指示。若无代志，就毋通去外面乱踅，亲像市场、卖场，或者是去找朋友啉食开讲。主啊，阮嘛伫即个过程中，看到侪侪基层的耳鼻喉科医生，为着医疗上的成本，因自愿出来帮忙。嘛有人愿意为着国家来去做临时的快筛医疗站。台湾实在有真侪爱台湾的台湾人，恳求上帝你加倍祝福，伫真心为着台湾百姓健康咧设想的人，相信因的付出，上帝你拢看见啦。因为你看人的动机，看赢伫个外表所行的。求主保护阮台湾的政府官员、医疗、护理人员，相信因有智慧、能力去分析，啥物才是正确的决策。伫这非常艰难的时刻，愿阮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逐日用一寡时间，为着政府团队、医护人员、警察、消防、社会工作者，含染着病的病人来祈祷，嘛为着咱身躯边各种需要的人来祈祷。阮安尼恳求，有缘无完全，只是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讲：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这是咱三甲来启用，记载伫启用文第20篇，记载伫圣诗的后面第30页，也就是诗篇96篇。启用文第20篇，也就是诗篇96篇。我来启，请兄姐来引。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。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。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。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，独独耶和华创造这个天。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的甲威严，伫伊的圣所有权能甲荣光。百姓中的逐族啊，
恁就将权能、荣光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。带礼物来入伊的院，就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全地伫伊的面前摇摇喘。伫列邦中就讲，耶和华做王，世界坚固，袂摇动。伊要照公平审判万百姓，愿天欢喜，地快乐。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。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迄时树林内的树木，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，因为伊来啦，伊来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。照伊的信息审判万百姓。请咱继续过来念圣诗俄勒上帝，圣诗第27首。上帝做咱代代帮赞。圣诗第27首。上帝做咱代代帮赞。请起立来念。请坐。只是咱要请圣歌队来演传咱俄勒上帝，因要吟的诗是我伫遮。
谢圣歌队带咱来敬拜上帝，愿上帝感纳咱的献祭。这时，咱要三个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旧约列王记下卷第7章第3节到11节。列王记下卷第7章第3节到11节。伫现代中文译本447页，伫台语汉语本404页。伫撒玛利亚城门外有4个麻风病的人，因互相交谈讲：“咱何必伫遮等死呢？咱到城里去，城里有鸡园，咱会枵死伫遐。咱坐伫遮嘛是等死，不如苏利亚军投降，因上侪是将咱杀死。嘛不一定因会饶下咱的命。就安尼，天特别暗的时，因出发到苏利亚军营去。到了遐，无看见一个人。原来主互苏利亚人听见大队兵马含战车进前的声音，因为以色列王请何人含埃及的诸王以及军队来攻打因，所以当迄一个黄昏，苏利亚人拢逃命去啊，等了因的步兵、马、驴、军营也照相款留伫个遐。迄时个麻风病人到了营地，进入步病，伫遐搁食搁啉。因看到金银含衣裳，就客去藏起来，然后退出一座布棚，搁进入另外一座布棚，搁做相款的事。后来因互相讲，咱无应该安尼做，咱有好消息。袂使无共讲，如果咱等到明仔早起才讲，咱一定会受惩罚。咱现在就去甲王的官员讲，就安尼，因离开苏利亚军营，回到撒玛利亚，看守城门的人话讲，阮到过苏利亚军营，看无到人，嘛听无到人的声。马含驴拢要北地，步兵也照原来安尼留伫遐。守卫宣布了这个消息，并且把消息传到王宫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人。今早起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：圣经人物系列第61讲，以利沙。第6讲，圣经人物系列第61讲，以利沙第6讲，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，咱搁这边来听伊的话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对人实在是非常热诚，伊的热诚是表现伫咱台语讲食好斗相报这件代志。伊四界去食，若食到较特别的餐厅，也是食到较奇卡的物件，伊拢会尽伊的气力，想要介绍互别人。伊介绍的方法嘛真特别，毋是干那伊讲这间店伫倒位，迄个间店有啥物款的特色，有啥物款的菜色，明仔点菜，差不多爱开偌济钱，伊毋是安尼尔。往往用的方法就是带阮做伙去食，然后一边食一边介绍。而且一定爱伊请客，所以阮即阵爱食的朋友，拢会感觉讲伊实在是非常热诚，而且也享受伊带互阮的好处。这个朋友互我去想到，如果咱若传福音，用即款的态度甲精神，我相信福音一定会真紧就传出去。我常常咧想，咱会当诚做基督徒，实在是一个真奇妙的恩典。我伫大学的时阵，
才正式去接受着福音。当我接触到这个福音的时阵，我才发现讲，这么宝贵的一件代志，这么好的一个代志，进前为什么无人甲我讲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享受平安的稳定，会当享受喜乐的稳定。但是咱要明白，领受较济的人，咱的责任就较济。所以牧师今日要通过所读的圣经节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今日就传美好信息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感谢你，愿学乐你。主啊，这个时刻，愿恳求你教阮三甲弟弟，保守阮的自执，互阮有安静甲较无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亲爱的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，是阮路上的光，会当互阮的生命得到造就。会当互阮的灵性得到复兴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将圣经的真理详述互阮，而且同阮讲阮应当行的路，互阮的信心无抵到软弱，互阮的脚步无抵到野线。求主将圣神来充满阮，互阮会当伫基督耶稣内底去得到你丰盛的稳定。主啊，阮只是要领受你的话。求你帮助阮，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首先来看今日经文的背景。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《列王记下卷》的第7章，但是咱若要看这段经文，咱来先对第6章开始看。实际上，咱顶回有讲过这段经文。咱顶回讲到第6章的时阵，咱有提起到先知以利沙。伫上帝帮忙的下面，互即个叙利亚来犯的军队，人拢目睭拢失明，然后伊就将伊引带到撒玛利亚城，靠因目睭会得看见。以色列王看到即阵叙利亚的军兵已经被伊掠起来，伊就问以利沙讲：我敢是应该将因拢杀死？以利沙来讲：毋通，你爱互因食，互因啉。然后佮送因回去因的王的所在，所以以色列王就照安尼去做，也因为因这种贴心的款待，互叙利亚国有几啊冬拢无搁再来攻击以色列国。但是过一段时间了，叙利亚王也是毋甘愿，也是派军队来包围整个撒玛利亚城。包围的日子一久。城内的粮食就用尽啊！圣经中间讲，当时阵城内的粮食欠缺，甚至一个驴的头要价值80块银啊，200公克的野葱也价值5个银啊。原本在这无值钱的物件，竟然一时仔就起价，物价有真大的波动。甚至这个时阵，因为粮食欠少的缘故。伫城内发生一寡互人感觉无法度想象的情形，就是以色列王去出巡的时阵，有一个妇人大话讲：王啊，你也替我伸冤。王就问这个妇人讲：你有啥物款艰苦的所在？伊就回答讲：伊就指定我一个妇人讲：这个妇人捌对我讲，先替我的囝来食，因为大家拢真枵我，然后第2天较来食伊的囝。结果，阮就将我的囝摕出来煮来，大家做伙食。第2天了，我来讲应该轮到食伊的囝的时阵，伊竟然将伊的囝藏起来。以色列王听见着这个妇人的话，当场就非常生气，佮悲伤，拆离伊的衫。伊讲：怎样有这么悲惨的代志？整个撒玛利亚的城的悲惨，毋是所需要的得不到供应尔。是人的人格道德拢失去啊！竟然会让将家己的囝煮来食，搁要去煮别人的囝。所以以色列王这个时阵非常生气，伊就找以利沙，
因为伊认为一切拢是伊丽莎所引起的。但是这个时阵，先对伊丽莎来讲，爱听上主所讲的话。明仔载这个时刻，伫撒玛利亚的市场顶面，你会当用1箍银仔买到3公斤上介好的小麦，甲6公斤的大麦。王心来想，怎有可能呢？即摆已经规个国家遐尼凄惨啊，绝对无可能发生啊！王边仔有一个军长，伊嘛毋相信，伊就大声讲：这无可能！检使上主拍开天顶的窗，降落我国嘛无可能。伊丽莎就指着这个军长讲：明仔载下在这个时阵，你要伫城门口看见，但是你一喙也食袂到。然后故事佮继续落去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。圣经中间甲咱讲，迄个时阵伫城门口有4个生大麻风的人。大麻风是迄个时代的一种绝症，无药物会当医治。这4个麻风的病人，因为惊去传染互别人，所以因被赶出城外去，爱靠着城内的人的救济，因才有粮食通好食。但是因这个时阵，城内的人拢强强要枵死啊，所以因自然而然袂当得到供应，所以因就彼此安尼讲：咱何必伫遮等死呢？咱如果若入去城内，城内有饥荒，咱嘛会枵死伫遐。咱伫遮等，咱嘛是等死。不如咱去对叙利亚的军队去投降。上介济，伊是将咱杀死，嘛是死。无讲嘛有可能，因会了咱的命。所以天暗的时阵，因就出发往叙利亚的军营去。无想到遐，竟然无看去半个人。原来是上帝和叙利亚的军队的人，突然间听到有大队军马甲战车的声音。因掠做是以色列王去搬救兵，去请赫人，也是埃及人的军队来协助因攻打叙利亚。所以因惊到迄日的黄昏，因拢逃命走去，将因的长皮、将因的马、将因的驴、将因的食物拢留踮伫营内底。这生大麻风的这4个人，因来到营边，因看见无半个人，因就入去一个长坪食啉，然后佮对这中间摕真济金银甲衫摕起来收着。但是一个长坪摕过一个长坪了，因突然间安尼想讲：咱不应该安尼做。咱今仔有即款的好消息，袂当无同人讲。如果咱听候到明仔载会再较讲，咱一定会受处罚。所以咱即马就去甲王的官员讲。所以这4个麻风病人，因就去到城门口，对半暝咧守城门的人，甲因讲因所看到的。因听到了嘛毋相信，但是因为将这个消息去报告王，王就找遣使者去探看卖。使者回来报讲，个人是安尼。所以这个时阵消息一传出去，规个撒玛利亚城的众人都拢冲出去叙利亚人的营地，去遐摕这的食物、摕这的金银甲财宝回来。所以一时经济甲资源佮恢复啊，拄亲像上帝借着先知以利沙所讲的，迄个时阵。伫撒玛利亚市场，用一个银仔，就当买到3公斤上介好的小麦，或者是6公斤的大麦。王派这个军长去城门口指挥伊去特殊，但是因为人伤济，来往往的人伤济，伊被打死伫迄个所在。拄亲像先知所讲的，伊亲目睭看见这个代志发生，但是一喙也食袂到。亲爱兄弟姊妹。今日这段经文的故事，互咱真好的信息。牧师要对4个方向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首先，咱来看，今日经文中间描述以色列人被叙利亚人包围，因规个城内底
陷入这款的困境，无饭通食，整个经济体系放弃，人因为安尼失去了平安，甚至连人基本的尊严拢失了。人伫迄款的情形下面，那亲像伫黑暗中间找袂到光芒，找袂到出路。咱来想看，咱伫即个世代中间，伫咱的台湾跟全世界各地，即摆伫疫情的影响下面，敢是亲像当时阵一些人被这对敌包围的情形差不多呢？咱嘛是人人拢伫惊吓，伫无平安的中间。当日一些人是被对敌所包围，咱今仔是被病毒所包围，而且毋是单单是实体病毒，也有心灵的病毒在包围着咱。实际上，伫这段疫情的中间，咱看起着真济大多数的台湾人民，拢展现一流的公民素质。真济人拢配合政府的政策，互家己得到好的保护。其实这就是咱面对问题应该爱有的态度嘛。因为既然疫情已经发生，咱得用上介好的方式来保护家己、保护别人，无搁再互迄个灾情扩大。但是同时，我也看到真济人伫即个时阵游玩咧看衰台湾，一直咧游后骹。有的人无所不至批评，有的人无所不至埋怨，或者是无配合各种政策，甚至佫有乱传假消息。安尼做不但袂互家己得到好处，反倒当造成社会混乱，带互佫较侪人无平安。咱若详细观察一下，若有啥物款的风吹草动，就马上引起一寡人的惊吓。所以咱这个时代实在是真无平安。就亲像经文中间迄个撒玛利亚城同款，咱当按经文继续来看，当撒玛利亚城陷入饥荒的时阵，即四个大麻风的病人，因为特别的情形，因去到叙利亚军队的营地，看见到有真侪粮食，有真侪金银，所以因一个长皮，搁一个长皮去摕，因满心欢喜。因为原本伫常常要无望啊，即摆竟然有遮尔侪食物，遮尔侪财物。即四个大麻风的病人，就亲像咱中间的每一个人同款。咱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伫即个无平安的世代中间，咱先去担着救恩、救赎的恩典，咱领受着真济恩惠，明白啥货是真实的平安。好亲像麻风病人，伫无望中间看起光芒，伫黑暗中间去看起着光明，伫真济歹消息中间去听到福音好消息。咱的信仰本身就是甲咱讲，即世间兼且有更较大的苦难，但是一个真正明白全能主宰的人，咱心中一定会充满对耶稣基督来的迄款的平安。这是真实的恩典，是世上一切势力所袂当互咱的。所以咱接线看因得到这个恩典了后，因安怎做？因即四个麻风病人食饱了，因突然间想到什么，就彼此安尼讲，咱无应该安尼做。咱有好消息，袂当无甲别人讲。如果咱若听候到明仔载下载才讲，咱一定会受处罚。咱现在就去甲王的官员讲吧。即四个麻风病人，因是原本在受人排斥，可能真侪人看因袂起，无要甲因接近，但是因却发现一个真理。因讲，阮有好消息，袂当无甲别人讲。因本身认为家己享受太自私，应该将这款的好消息甲其他人分享。这四个人原本在因为破病缘故，被赶到城外口。但是如今因得救啊，但是却纪念遐个赶走因的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。今仔日咱得到救恩，咱明白真实的平安，咱心灵上已经得到帮助的人，咱来去反省咱家己。
兼讲咱一天过一天，一礼拜过一礼拜，一冬过一冬，拢是安尼嘛？咱心中充满感恩，却毋知爱有所行动。兼讲咱得到供应，却无要遐心灵摇误的人报一声信息。兼讲咱比这四个得到大麻烦的人，佫不如吗？咱心中领受上帝所授予咱真实的平安，却稳重起来，无要甲其他人分享嘛？咱应该爱详细想看卖，在咱一生的中间，咱兼无人分享过一遍平安的福音嘛？兼讲咱只是安尼嘛？咱看见着麻烦病人，因讲如果若听候到明仔载下再讲，咱一定会受处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所以这个时刻就是伫这个时刻，就是应该传平安福音的时刻。咱会当享受平安喜乐的稳定，咱领受较济人，就更加有较济责任。那安尼，明仔做什么款的行动？特别伫疫情的这段中间，牧师有以下3项建议。第一个建议就是，做一个基督徒上界大的稳定，就是咱伫患难的中间，咱会当对上帝祈祷。所以，咱千万伫这个时刻，毋通忽略代祷的力量。咱应该用敬虔的心向上帝祈求，求上帝怜悯赐福。咱应该爱常常为世界、为国家、为着教会、为着真济人、为着真济代志来祈祷。这是咱基督徒会当做上界重要的一件事。第二项，咱伫这个上界重要的危机时刻，咱爱去分享平安温暖的信息。伫这个时刻，我认为毋通做任何无建设性的批评。这个时刻是一个危机的时刻，是大家应该爱同心度过危机的时刻。所以，咱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就爱去做和平的使者，去宣扬平安温暖的信息。多亲像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同款，伊安尼讲：主啊，互我真做你和平的使者。伫万分的所在，也着仁爱；伫伤痕的所在，也着宽赦；伫怀疑的所在，也着信心；伫绝望的所在，也着仰望；伫黑暗的所在，也着光明；伫忧愁的所在，也着欢喜。爱趁这个时刻，咱才做和平的使者，咱较侪去分享平安、鼓励、温暖、感动人的信息。牧师常常会收到大家伫赖群组中间所传这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、叫三顿请安的信息。有时嘛收到一寡笑话、一寡八卦，甚至我嘛收到一寡假消息。但这个时刻，不如咱做伙来分享一寡上帝话语中间鼓励人的话，做伙来分享教会牧师所传讲正向、仰望的话，也是影片。互一寡伫惊吓中间、伫心灵无平安的人，会通得到真实的平安。这是咱会当做的第二件代志。第三个代志，咱嘛无应该伫这个时刻只用嘴讲平安尔尔，咱需要有关怀的行动。圣经雅各书安尼讲：恁中间有兄弟或者是姊妹，无通穿、无通食，恁却对伊讲。平安平安，愿你穿了烧，食了饱，却无供应因所需要的。安尼有什么款的路用？如果这段中间有人因为疫情的缘故，真正需要救急的协助，咱就根据咱的能力，尽可能去帮助因去筹措一寡资源，也是分享一寡物资。牧师感觉用实际物品取代金钱是比较较适合的方法，但总讲一句，咱得斟酌咱的能力，以及对方真正的需要，咱心甘情愿来分享。所以最后，我需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在这个危机的时代，咱应该爱看出上帝伫咱每一个门徒身上的使命，咱把握这个机会去宣扬、去分享。
咱大家做伙加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很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生命的帮助。恳求主，互阮听了后，也会当照安尼去行，互阮领受利益，也互别人得到祝福。恳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个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，今早起对咱所讲的话，咱要唱圣诗第308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在叫。圣诗308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在叫，请起立来吟。请坐，这是咱请必办心来奉献，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甲恩典。
这是咱同心来做感恩的祈祷，请起立。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予阮有奉献金钱的能力，实在是你先祝福阮做做，阮将你所赏赐阮的，搁来分别献予你，做你圣工的路用，嘛照顾社会弱势需要的人。阮奉献的，毋是干那阮的金钱，嘛将阮的时间、阮的才能、阮的专人，拢来献予你使用。愿你感纳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，这时我来报告。第一点，暂停实体礼拜到6月13号，逐场礼拜咱用直播含录影播出，请大家伫厝内照你平常时的习惯来做礼拜，互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。第二点，自动主日学。嘛是用线顶的教学，伫个10点开始，请囡仔的父母、厝里的人会当陪伴因做伙来学习。成人主日学完全暂停。第3点，教会内的所有的聚会停止到6月14。第4点，伫即摆即个非常的时刻。咱应该对咱个人健康管理做起，配合政府各种的防疫政策，并且尽咱信徒的本分，时时为台湾疫情来祈祷。虽然咱暂时停止聚会，但是毋通袂记起咱个人的灵修生活。咱伫厝内每一日爱照教会所安排的读经进度来亲近上帝。嘛通时常会当用电话或者是通讯软体，和兄弟姊妹互相联系，彼此关心，愿上帝保守咱。第二面，咱要讲到教会有推行1514祈祷网，伫这疫情非常的艰难的时阵，教会推行这个祈祷网，是要邀请列位兄弟姊妹会当。逐日有1摆，为着5项的代志，同心看是要选伫个早起，或者是暗时10点来祈祷。祈祷的内容拢有写伫个教会 FB 的网站，或者是小组团契，因有耐伫个赖群组来看到。希望咱的兄弟拢会当用一寡时间。来同心祈祷，交托上帝，互咱领受伫基督内底的真平安，诚做搁较侪人的祝福。第3，以弗所书的查经课程，咱有伫个线顶推出以弗所书查经课程，借着咱搁再一摆研读以弗所书来思想教会存在的目的，以及咱参与伫教会的使命。参加的方法真简单，只要你加入 Facebook 伫相连教会以弗所书查经班的社团，经过简单的审查，你就会当进入这社团来看录影播出。愿上帝管顾每一个查经班的人，欢迎大家做伙来
学习、集体关怀。第一点，咱要恭喜本会会友林慕恩、苏慧珍伉俪伫5月30得到一个后生，愿上帝眷顾婴甲伊的全家。第二，恭喜本会会友王贞冠、陈志佑伉俪伫6月初2得到一位千金，愿上帝眷顾婴甲全家。第三，本会会友李清标兄弟，也就是蔡美珍姐先生，伫6月初3安息主怀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接下来，咱要来请蔡牧师牧养代祷。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愿感谢学了你的恩典。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也是阮所有的福气、恩典、力量的来源。你对年头到年尾，对日出到日落，你拢看顾阮。你也是听阮祈祷，伫他照你无下事的旨意施行的上帝。我们感谢学了你的性命。阮特别感谢你对天顶降落雨水，滋润大地。阮感谢你，互阮伫疫情中间有缘得到保守。亲爱的主，阮也恳求你继续保守台湾百姓，特别是因为疫情介亲像哪来哪严重，阮将要面临着医疗资源的不足，甲医护人员压力的问题。恳求主怜悯施恩，而且掌管一切，互疫情赶紧平和落来，互主管单位也会当有智慧处理，互医疗资源会当得到妥善的分配，也甲台湾所有第一线医护人员同在，保守看顾因，互因伫照顾病人的过程中间，会当得到完全的保护。阮恳求主你保守伫这疫情下面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伫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依然持守信心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祈祷，凡事谢恩，而且借着每一天的读经祈祷，甲主亲近，互阮心中充满上帝所赏赐十足的平安，也互阮属灵的生命，因为人生中间的困难更较刚强，求主赐福。主啊，阮特别为着这段时间失去工作，也是减少工作机会的人，献上阮的代求，求主保守引带。阮也恳求你赐落智慧，互执政掌权的人，互因参与经济改革的官员，会当有对你遐来的智慧来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。阮恳求主你扶持拄伫失业困境的受苦者渡过难关，守住因坚持无放弃的信心、勇气甲愿望，为因开路，互失业也是工作减少的人，会当搁一遍伫温困的工作顶面得到生活的需要，得到满足。求主保守一切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吟上言第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吟说要请蔡牧师来祝祷，此时请起立。Amen.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社温，强受垂肯。